來講4月初3，台灣虎航這個飛行機有一個乘客甲空服員把嘴皮失去，互航警帶走。桃園市空服職業工會今日呼籲虎航愛宣示講唔再使用暴力的乘客。也工會閣表示講，虎航若唔協助這個紅牌空服員來提告，工會會來做。也虎航是回應講針對旅客這個不當的行為，會按照聽書評估來做黑名單。班機內真濟該公布下安全帶準備降落，佇白帽的旅客所徛起來，地須檢查空服員加弄掉。空服員雖回失禮，不過伊一直看球。旅客佇航班降落階段也無願意坐落來。甲尾閣限空服員，機組員通報機場航警，甲尾由警方甲旅客帶落飛機。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講，機上暴力行為威脅機艙秩序甲飛安，航空公司應該協助當事人甲個。應該要提供法律資源，協助當事人提起訴訟、應對訴訟。那如果虎航公司不做，我們空服員工會也會保護我們的會員，我們會全力協助。虎航表示，代誌發生了後，持續對組員進行關懷，對旅客擾亂事件加暴力行為一直無法度擁穩，會照聽書評估列做黑名單。工會呼籲虎航應該直接宣示，不愛再在機上拍人的旅客，保護員工甲飛航的安全。工作委員會，這個採購都有平衡的，平衡什麼？有這麼多？我會影響平衡嗎？可能嗎？機上不當行為引起安全記錄，人袂甲在英國有前例。今年3月有一個旅客坐立榮航空，唔坐家己為對組員大聲喝休，機長因為安全考慮通知航警甲帶落飛機。立榮表示，後續嘛評估對這個旅客加列入管制名單。如果有多次的暴力行為，不配合飛安，或者是任何影響飛安以及辱罵空服員等等的行為，這個時候其實航空公司有可能會將該名旅客列為永久的黑名單。雖然黑名單並無明確的發源，不過民航局表明，那是航空公司事先已經在運送契約當中明確公布坐飛機的相關規定，閣因為維護飛安也是旅客健康的理由，袂甲載，民航局攏會尊重業者的決定。記者採訪報道。